恭喜哦！听讲我做阿公诶。嘿啊，你看那张相片有奖冇？哇，实在很奖哦！两公婆按定对，长长久久太富贵。请问今晡日有乜嘅爱听书嘅冇？爱上嘅价钱是一件幸福本生日呢。今晡日我来办理贷款。哦，这就是第二件事情，确实係咁樣。人講啊，高山看日頭，矮山看門樓。第一件屋嘅係當好嘅事情啊。請問係愛同銀行貸款，也係同私人借錢？愛同銀行借款。銀行同人嘅第二件事情申請書做好嘛？做好咧，我有準備。好，我要同核對第二件事情申請書。麻煩請提供身份證同印呢。也就是我準備嘅證件。好，請等一下。唔是就會做阿公誒，心情挺錯當好。以下嘅些人呢，都有自家嘅想法。人講公之身，無公之心，就會咁樣。再佢哋歡喜，我咪歡喜。係呀，人些人呢哦，當優秀。阿公，我也會同蘇浩傾呢，是唔係好勢，就會同啲唔來兩他項權利證明書。咁樣，書就出完成呢。好，實在同感謝你咯。